9度了哈，晚上9:43，你看看，个位数的啦，哦。2023年1月27号，大年初六了，春节期间呢，你看它这么冷了，寒流了，你看，哦，个位数的，晚上9:43，9度了，快9点的时候好像是10度了，哦，你看这么冷了。哦，你看，哎呦，哦，6度嘞，哦，冷到那个最低温是6度嘞，嗯。